นั่นเองก็อุ้ยแล้วโอเคนั่นวัดคีค่ะไหนนั่นกินอาทิตย์สี่เตะจับสางกังเหรอมาข้อหกเอ็มเตะจับจิวเตะอีกเก้าก็จับดีจัดก่อ所以咱ตีเตะจับจิวแล้วชนหลักจิว但是หลักจิวก็ไกลคนที่คัด做淡薄個หลักจิว咱講是主要所落尾第世間嘅一禮拜所以咱嘅經文有關是馬可福音第十章45節了但呢咱個加一個個咱2禮拜前所嚟念嘅所以咱參加嚟念啊是讀個你若會曉念無看咯你若袂曉你則看請馬可福音第十章45節因為人子來並毋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並且赦免要赦免個做人的贖價馬可福音第十章45節然後咱今仔個讀這個一擺個等下我會互恁看有懷天窗的來了咱要個念一個馬可福音第8章34節請三個讀個對安尼叫眾人甲門徒來對因講若有人要跟地我就着寫記背起伊的十字架來跟地我馬可福音第8章34節咱就記得OK咱來試哦我要互恁有天窗的看咱會通約到袂OK應該也熟嘅馬可福音第8章34節對安尼叫眾人甲門徒來就對因講若有人要跟地我就着寫記起伊的十字架來跟地我我是將懷用的人給騰起來個所以迄個是馬可福音第8章34節咱有關的通念真正緊哦咱已經講到主耶穌來服侍已經要了咯這次有關要講到下禮拜開始就有關要講到服侍但是怎樣服侍是親像羅馬古所講的哦做人的贖價對你願意做人的贖價無但是咱若跟地耶穌咱就怎樣呢來咱來個看個所以咱有講較濟的服侍哦伊個佇家己的所在除了伊有時陣去到耶路撒冷但是佇馬可福音較無講無真濟提到迄個個但是這次咱講已經3年半的時間了咯個3年半的時間要了咯所以要進入迄個羅馬禮拜所以佇這個3年半伊毋但啊佇家己裡咯伊要去耶路撒冷所以遮就講到佇比利亞的服侍因為對家己裡要去到耶路撒冷迄個路途個是今仔日咱會咱所要看的經文迄個地圖然後咱有講到這個是毋是只若伊踮遮所做的物件也重要是伊的任務咯伊要創啥物伊所要扮的角色咱知影講過去咱有講哦伊較早是甲眾人哦伊主要佇出來講到天國的時陣哪濟人跟地伊但是哪來哪濟人跟地時陣也是哪濟人哦佇遐來反對伊哦然後了後咧甚至有的人則無要跟地伊咯但是咱知影伊來毋是錢若是為着伊個毋是要討人的喜悅哦要做上帝的工作所以伊最後就是要做就是迄個羅馬禮拜所要行的就是迄個伊要替咱死甲伊個受咱的代志個但是今仔日是個路程吧所以伊要創啥物所以今仔日第10章我就有關用到黃家烈牧師的伊的大講個
伊是講到新北耶穌個恩耶路撒冷路頂嘅學西，敢若有關用學西，因為即個規個馬可福音咱講嘛是主耶穌嘅學西，所以伊像啊學西人啊，咱看起來已經要軍隊死亡咯，愛要拿嚟拿軍死亡，但是伊有關底下咧學西，我咧想過，你若知影講你要毋好要去手術，但是特別用誒。拄着大項代志哦，你閣要想到服侍別人袂？可咱有時陣袂哦，但是咱看去主耶穌的報應，我想到講哈，我若要經過手術，我要創啥咯？我要美麗了吧？還是有緣要繼續來服侍？咱看耶穌的腳步啊，所以咱來先讀第一個部分講。所以記得到，你會用有關正音個了解我上次大聲讀，但是袂差着別人。所以請馬可福音第10章第1節開始，耶穌對遐起身來到猶大的境界，並約旦河外，眾人閣聚集到伊遐，伊閣照常教訓因。有法利賽人來問伊講。人休車通還是毋通啊？意思要試探伊。耶穌回答講：摩西吩咐恁的是啥物？因講：摩西允准人寫了休冊個，便通休車。耶穌講：摩西因為恁的心意，所以寫這條例互恁。但對起初創造的時陣，上帝造人。是做男做女，因為安尼人要離開父母，甲妻子聯合，兩個人成做一體。既然安尼，夫妻無過是兩個人咯，乃是一體咯。所以上帝配合的，人毋通分開。到了厝內，門徒就問伊這個代志。耶穌對因講：凡那休妻另外娶，就是犯奸淫，辜負伊的妻子，妻子若離棄丈夫另外娶，也是犯奸淫。所以，藉着這個，咱有通看去幾項物件。頭先，咱講主耶穌的服侍頭先是講到迄個法利賽人甲伊底下的辯論，但是我愛當人看。一節個佇未看去個辯論的時陣，咱先看第一節。第一節伊講耶穌對遐起身來到猶大境界甲約旦河外。咱講哦，就是伊對家己哩要去到耶路撒冷，然後因咧行，因較常無行佇撒瑪利亞遐個，所以行佇個境界，就是佇遮外口的約旦河外個，然後。眾人閣聚集到伊遐，咱看去哦，人原在來找因啊，但是咱知影講無攏眾人咯，有誒人感覺伊咧教真惡劣吧，所以無要軍隊，但是有緣有誒人會來聽個，因為咱知影懷軍隊耶穌誒嘛毋是52個門徒，所以因來找耶穌誒時陣，耶穌創啥？遮有講哦，伊照常教訓因。所以看去講，主耶穌雖然咧面對將來所要發生的物件哦，伊知影伊嘅時間要到咯，但是伊有緣找機會，有緣教導，有緣佇遐服侍啊，伊並無停止服侍，甚至敢若像咱看去個，伊點向人來哦，人愛較無聽去天國嘅道理，伊有緣教因啊，有緣甲因講，所以。一點是頭前我愛當人看去，主耶穌伊照常佇遐來教訓，所以意思毋是一擺人，伊過去也是逐擺哦，逐擺人若來誒時陣，伊佇遐教導。但是咱過去有看去啊，過去幾禮拜看去講，主耶穌毋但啊教導眾人，但是有機會時陣，伊通常教導了，伊會離開咯，然後甲伊誒門徒12個門徒。伊用也濟時間，就是甲迄個12個門徒，包括佇即個半年來哦，特也濟時間是甲12個門徒，為着要裝備因，
为着要教导因，为着要陪伴因，通接煞伊诶工作，所以伊踮遐有来军队。所以咱个看煞落去啊，咱讲即摆我用无相款诶，无交伫约书亚记3章哦，所以即摆也上，咱是咧看讲迄个故事了，较上伫迄个所在，还是迄个时间了，啥物代志伫遐来发生，当然看。所以即个是讲到甲法利赛人伊辩论，法利赛人咧甲伊讲，会用休册袂？所以意思以色列人因有咧休册啊。因为因讲迄个是摩西所教导的，但是主耶稣甲伊讲，迄个并毋是上帝的心意哦。所以咱看起迄个是主耶稣甲法利赛人伫遐的辩论，所以法利赛人然后咱看起嘛，敢若是因咧甲伊辩论啊，主要因是要试探耶稣，因啥是咧祈求吧？无，毋是哦，因是有缘要试探。因有缘咧找机会，咧找把柄，要怎啊伫遐来控告主耶稣。所以恁若有要答恁才伫遐啊，取消静音哦。OK， 所以咱看起个，咱踮遐有讲到迄个路，伊诶所在，伊诶时阵，就是伫个路途个，啥物所在，就是伫个所在。但是怎啊呢？咱就是看起讲，怀法利赛人讲，摩西讲会用的的。但是主耶稣讲啥物啊？主耶稣讲，迄个是因为恁的心意，恁强强要，恁一直要休册，所以 OK， 摩西互恁安尼做。但是遮有第6节讲啊，也清楚，对起初创造世界的时阵哦，上帝造人哦，是造男造女。然后伊的意思是啥物啊？上帝的原意就是人要离开父母，甲妻子联合。两个人成做一体，所以因家己伫遐生活。然后这个也是有通讲这个道理哦，但是今仔我无要讲迄个道理，咱会无够热点钟。但是咱看起遮至少伫马可福音，互人看起几项物件，上帝看婚姻的代志是怎啊看过？这个是两个人，无过是因家己固定了，因是属一体咯。这个是甚至讲上帝所配合的，袂用人离婚无？应该是，吼，应该这个毋是上帝心意，但是咱会看起真侪人安尼讲，所以咱通知影讲上帝心意怎啊？然后甚至主耶稣讲啥物啊？你若休册哦，你互迄个人哦有机会伫遐还甘霖。无论是个丈夫加在娶，还是个妻子加在嫁，拢是还甘霖，因为伊本身已经有丈夫还是有妻子咯，所以个是毋是上帝所允准的？所以这个当然看起讲到婚姻的代志，上帝配合夫妻哦，成做一体，然后人看起上帝也看重家庭呢。伊也看重家庭，伊也爱家庭有通啥物款啊？所以有通互咱想，咱的家庭怎啊？咱的家庭是毋是合乎主的心意？是伊所爱的无？若毋是哦，伫内面的婚姻，还是因为敢若我用家庭，因为夫妻两个若有问题哦，影响到规个家庭的，毋是只若迄个丈夫甲妻子。规个家庭会受影响，上迄个是毋是上帝所爱？上帝所爱是有通祝福家庭哦。所以上帝创造人的时阵，真正特别咧将咱刻伫家庭内面。所以咱有通看起主耶稣看婚姻是啥物，咱嘛是有通看起讲啊，上帝的心意是啥物？安尼通互咱想，咱做主耶稣的军队者，做伊的门徒。咱着怎啊看婚姻？咱着怎啊看家庭？然后咱知影，咱有通将即个婚姻带到主遐。若无主，迄个婚姻也艰苦，着按照上帝所爱啊。来，接续落去，咱来搁继再读哦。有人带着细囝来见耶稣，要耶稣蒙因，问道便责备因。
只被坏人，耶稣看起就恼怒，就是就生气个。对门徒讲，让细汉囡仔来到我遮，毋通禁止因，因为伫上帝国正是安尼款的人。我实在甲恁讲，凡若要承受上帝国的，若毋是亲像细汉囡仔，断袂话真入。对安尼抱着细囝，甲因按手为伊祝福。所以咱就讲哦，马可福音伊的行动是较紧个，所以伊的工事伫较紧。所以点遮你若看伫马太福音，我较熟马太福音，你看去一个用野做则伫遐来讲，但是咱来看个有几项物件，咱点遮有通看见。头一项，主耶稣祝福囡仔，主耶稣有听细汉囡仔无？有哦，咱看见有人带着囡仔来的，要来找耶稣，要爱伊蒙伊，敢若要蒙伊啊？什么意思啊？蒙伊？好，要来祝福哦，要来祝福。但是，门徒想说什么啊？好，会交掉的，有可能门徒是咧想，在细汉囡仔若来要真惨啊！无讲到正确嘅原因，但是我咧想讲，敢若是门徒无必有可能已经交掉过，啊是讲因迄摆因其实是通常是看怀囡仔较卑微个，较无同因无看重囡仔。感谢主哦，咱的教会毋是哦，甚至我看去咱的教会，无论是咱母会还是怀智慧报道所也做的事工哦，是因逐摆先对主日学个，因也看重囡仔，爱互囡仔有通听教福音，互囡仔有通来啉白主。主耶稣点遮，就是互咱看起即项物件。所以咱看起个第二点是讲到为着细汉囡仔伫遐祝福嘅时阵，怀人带来门徒禁止，耶稣就责备因讲：你毋通禁止伊，就托因来，敢若互因来啊？敢若是主耶稣爱怀囡仔来找伊，你有爱囡仔去找你无？也有诶人会甲我讲，囡仔也差也乱诶，毋通互因来，是无？但是主耶稣有嫌囡仔差无？无，伊也听细汉囡仔吼。甚至咱看见伊点遮讲啥物啊？头一项伊责备怀门徒讲，你毋通禁止，着互因来。甚至伊讲啥物啊？伫上帝国嘅哦，正是安尼诶人。你奇怪无？主耶稣讲一个上帝国正是安尼诶人，是毋是意思讲天国嘅不囡仔？毋是，毋是哦，无是啥物啊？就亲像囡仔迄尼纯真。是啊，对，所以主耶稣有接煞讲啊，咱讲也重要，伊若讲我实在甲恁讲，所以50讲我实在甲恁讲，凡若要承受上帝国嘅，若无亲像细汉囡仔也重要无？咱着亲像细汉囡仔，所以今日条都讲诶，对哦，囡仔真正纯真哦，佫除了纯真，佫有啥物无？咱看去囡仔怎啊？也纯真，也坦白是啊，你若甲伊讲啥哦，伊会干啊？伊相信呢，主要是细汉囡仔，毋是讲大汉囡仔会晓搞怪咯，主要是细汉囡仔，所以咱就知影是怀细汉囡仔也个也纯真，也坦白，也单纯咧。你甲伊讲啥，有诶人也爱创伫细汉囡仔，敢是？因为囡仔你若甲伊讲啥，伊就是相信。伊就是伫遐来做个，OK。所以咱看去哦，点遮有讲到讲，咱要去天国，咱就亲像细汉囡仔，就做单纯哦，就做纯真，就做相信哦，会通活靠。像人若甲伊讲啥，因相信呢？无搁伫遐摇疑，所以要相信主所讲诶话，要去到天国，所上帝道理就怎啊？咱亲像细汉囡仔，就通入天国。咱看去哦，囡仔是迄个模样，当然通知影。
咱就亲像囡仔，敢若因若是也欠标，因知影因欠因诶，因会也紧哦会吐哦，会有帮衬，咱就亲像一个会互咱想到8福所咧讲诶，咱就避避个，才通看入天国啊。OK，所以咱搁看去主耶稣创啥，伊毋单因也细汉囡仔来做比喻讲到天国，伊搁抱迄个囡仔吧。毋是只若讲哦囡仔来哦，伊抱伊，什么意思？伊抱伊？该祝福，搁甲伊祝福哦，伊也听因哦，伊爱因得着福气因爱因，所以咱对囡仔怎啊？咱头前仔有讲到，咱的教会有咧创儿童事工，有儿童事工，有咧教导遮囡仔，互遮囡仔来认佛主，甚至有诶真侪人哦，有诶人信主哦，是因为伊诶孙信主，所以孙带翁公阿嬷伫遐来信主，还是带爸母来信主诶。同样，上帝伫遐爱祝福哦，伊爱祝福遮细汉囡仔，但是咱咧。头前仔我有讲哦，你对囡仔怎啊？囡仔若伫身边，你会嫌伊袂？还是你会爱伊？爱伊，互伊来啊？教会若互囡仔来，会也吵袂？会，也是会哦。但是你会要互伊来袂？主要是爱互伊来袂？来识的啊，在识爱啊。来是爱，所以咱也是着想过，所以这个是上帝的心意。所以咱着想讲，怎啊要互细汉囡仔来到上帝国，等因有通进入。所以咱讲到论细汉囡仔哦，着接待因。这个是咱着亲像细汉囡仔入天国，但是另外一方面，咱着接待伊，着欢迎因，甚至着带因来归应主。是个伫遐来跟地主耶稣脚步，伫遐来祝福细汉囡仔，互因得着天国哦，互因也是有份通摕到天国。囡仔着欠因主耶稣无？是啊，是有影吼，因也是欠因哦，因也是甲咱相同哦，是有罪个，所以若无相信主耶稣，因要怎啊通得救？所以咱也是着将福音传互细汉囡仔。来，咱来进入第3点，所以刷落去，伊要藏财主伫遐积财伫天顶个。咱来3角读个，会记得正音者哦。耶稣出来行路的时阵，有一个人走来，跪伫伊面前，问伊讲：良善的父主，我着做什么代志，才通承受永生？耶稣对伊讲：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呢？除了上帝一位以外，阁无有良善的。改变你是知影的，毋通杀人，毋通奸淫，毋通偷摕，毋通做假见证，毋通亏损人，亏负人吼，亏欠人，着孝敬爸母。伊对耶稣讲：父主，这一切我对细汉拢遵守了。耶稣看到伊。就听伊对伊讲：你也阁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互双向人，就的确有财宝伫天顶。你也要来跟地我。伊听起这个话，面就变了色，悠悠悄悄会行路，因为伊的财产真多。耶稣就为之看，对门徒讲：有钱财的人。入上帝国是何等的恶讲？门徒稀奇的问伊，稀奇伊的话，耶稣阁对因讲：所惊外口钱财的人入上帝国是何等的恶？路毒、枪家、占的眼，比财主入上帝国也阁容易。门徒就分外稀奇，就对伊讲。安尼，谁啊才通得救呢？耶稣看到因讲，伫人是袂话，伫上帝却会哦，却不能讲就是会，因为上帝凡事拢会。咱大家再来看哦，所以这个是咧讲到
主耶稣咧坑迄个财主，有一个人真正有钱哦，佮真济，咱看去哦，伊也是守条规哦，所以伊个人也是真好。然后伊来找主耶稣，伊爱得到永生，所以主耶稣甲伊讲，怎啊来得永生呢？怎啊才通得到永生啊？你有永生无？啊，你著会记咧取消正音答无？无我袂听去。你有永生无？怎啊通？有，真好。怎啊才通得到永生啊？接受主耶稣做咱的救主。就接受主耶稣做咱的救主。好，也重要，咱有相信耶稣无？咱咧看去哦，我讲人若先读这个，是毋是意思讲是最好？因为主耶稣甲迄个用一个人讲哦，迄个甲一个财主讲啥物啊？你着毋通害人，毋通干的，毋通偷窥哦，毋通做假见证，毋通亏欠人。贵好人，着孝敬父母，这是什么啊？这有识无？哈？这是10條戒內邊。好，這是10條戒，好，所以這是10條戒哦。所以咱知影主耶穌講10條戒物件哦。所以迄個財主講啥？伊有無？隆重遵守了。為隆重遵守咯，啊！但是主耶穌講着咯，會用咯。我把欠什麼啊？將啲財產就變賣所有嘅來分地耶穌。哦，就變賣。所以伫我咧讀嘅時陣，伫我咧安靜嘅時陣，我看見講，其實就你若家看本正主耶穌所講嘅哦，嗰是迄個第4戒到第10戒啊。迄個咱講到是聽人，親像聽家己。伊頭無講到迄個頭3戒哦，頭4戒講到講，就頭3戒吼，頭3戒是講咱着用個除掉上帝以外，咱並無別個神吼，了毋通攬三稱上帝嘅名個，所以無講到上帝，講到底下來聽人，所以聽人有重要吼，了這個財主哦，因也聽人哦，意思伊對人袂歹哦，但是主耶穌講，伊着變賣，伊着來祈求上帝來尊地耶穌，所以伊要無？無要，伊感覺伊逐項會咯，伊逐項做到哦，但是伊無願意佇遐來做雙向的哦。來話靠主哦，來尊地主，主耶穌講着尊地伊，所以伊無安尼做，所以因為安尼時陣，主耶穌就講到有錢人哦，要入天國有簡單無？無艱苦，敢若艱苦啊！你想？是想該做錢，伊毋甘幫伊為世界物件傷多。哦，世界嘅物件傷濟，所以真艱苦。閣有無？閣有別個答案無？有影哦，無簡單就要放落迄個世界嘅物件來尊地耶穌。主耶穌條件是講，你變賣隆重誒，你就無咯。無嘅時陣是變做啥物咯？雙向。雙向，了你無學靠家己咯。我看見一點是，伊無通靠家己咯，伊要干哪就干哪去。就變做凡事佇遐來靠主，但是咱欠用，就凡事佇遐靠着主，毋是靠着家己。所以主耶穌講，人無法度，但是上帝有法無？上帝有法。好，所以文島聽起一個就感覺講，所以是毋是有錢嘅人也艱苦咯？甚至我想毋是個有錢嘅人哦，我家己感覺講，伊家己有法律嘅人哦，就艱苦。靠着主哦，因家己已經也有法律的哦，無要靠別人真哦。但是主耶穌甲伊講啥物啊？我愛加來講到第50哦，伊講羅督穿假站會眼，這個哦佇以色列人佇以色列哦，你若去以色列，你會看見因的城門。3項要怎落落會用正過去啊？
对，迄个小情我要讲诶。是啊，无可能啊！咱若该想无可能，我顶摆嘛是想无可能。原来伫以色列哦，因有一个叫做站会干哦。你若要去以色列耶路撒冷哦，因有门有墙门有关起来个一个城墙有门哈。然后遐哦有怀咧卖物件诶，店卖物件诶人，生理人若要入去哦，因为路途哦，着经过一个小诶门啦。伊迄个水门哦，就是叫做站会眼啦 ，Needle's Eye 啊，伊个水门，所以迄个路途若要入迄个门哦，真艰苦啦，伊都规咧啦。吼，毋是大诶门，是小诶门，所以伊要入去有法度，但是真正艰苦，着钻入去了。看咱亲像我想着，细汉诶时阵咧佚佗诶时阵，有诶时阵咱囡仔咧怎样水诶空苦。也艰苦个，但是也爱做哦。所以路途要入迄个门哦，真艰苦，但是有法律个。所以伊讲财主哦，要入去上帝国哦，比迄个路途要入迄个站的门哦，搁较艰苦，因为迄个已经也艰苦咯。但是咱点只看叫主耶稣会提醒，是讲到凡事伫上帝哦，拢会通过。所以27节底下来讲，所以我爱解释起个较袂恁读去一节的时阵会奇怪哦，敢若是咱安尼讲，这个是讲到迄个也艰苦也恶，但是伊个路途伫以色列的遐有法安尼做个，但是财主咧有法无？你有看去有人是财主信主耶稣无？有啊，嘛是有哦，但是着谦卑落来，毋是靠家己咯。是靠着主啊！咱其实包括双向人，若感觉家己有法律哦，嘛是无法度。咱着看去，咱知影讲信主耶稣着欠因，咱看去，咱家己无法律的，咱欠因主耶稣。所以咱要带人信主也重要，是迄个人有看去，伊有需要主无？伊若无看去，伊有需要主哦，伊会相信袂？袂啊！伊会靠着家己，所以咱要爱带人信主的时阵也重要，咱得推基督，伊着看起伊需要耶稣，所以有时阵咱会看起拄着问题的时阵，会帮助迄个人来看起伊欠应主耶稣，欠应上帝，才伫遐通来接受主耶稣咯。所以咱通才着安尼，咱着也注意个，咱咧关心人的时阵，伊有需要的时阵无？因讲到真侪人。来到菲律宾的时阵，特别怀若是对中国来的头来哦，真正艰苦。你若真紧着伫遐去关心伊，有通将上帝介绍互伊看去，讲伫伊的需要的时阵，上帝伫遐来有通帮助伊，伊也紧信主。但是伊若逐项好势了个，你则要将福音传互伊，伊会无？袂咯。无咯，也艰苦咯，毋是讲完全袂哦，咱就是继续祈祷哦，但是无容易咯。甚至我有一个朋友，伊讲，到伊要带伊的亲人、伊的朋友来信主耶稣，但是伊个朋友讲，伫我需要的时阵，我咧找的时阵，伊找着别个宗教的，所以这次你要叫伊过，伊感觉无法讲，但是阮就是讲，望回心哦。继续祈祷，了继续关心迄个人，咱毋知影哦。上帝有法度，咱靠着主来继续祈祷，然后有缘诚做上帝会听，互迄个人通明白上帝，通知影。所以，咱就讲我则袂记得过只。所以迄个是迄个财主咯，毋是细汉囡仔，毋是人带耶稣来，带囡仔来个，是迄个财主来找耶稣，问耶稣讲，伊要怎啊通得着永生？然后主耶稣甲问答答讲到讲要怎啊个才通得着永生？所以就欠因伫遐来把苦主，因家己靠着家己无法个。但我想到的一条问题是，点知咱通想，你甲我，你怎啊？你的经验，什么物件互你来相信耶稣啊？你伫什么软弱的方面，在底下看起你需要主耶稣？
迄个也水会通用做迄个故事来讲，互人看去个，来做见证，互人看去主耶稣怎啊帮助咱。所以咱会通用咱的见证哦，伫遐来讲，看主耶稣怎啊伫咱需要的时阵，诚做咱的帮助。所以我有遐做哦，有遐做故事伫咱的生平通来讲。然后另外一方面，咱讲到迄个财主的时阵，我点知讲到入天国，要入天国是靠着什么啊？迄个财主头头是咧想是毋是伊也好咯？伊逐项做，伊讲我还有上细汉逐项叫人做呢，我拢遵守了呢，会用了袂？无，欠什么啊？写记，写记，着放杀家己哦，毋是靠家己哦，着来grund地主耶稣，是靠着主哦来grund地伊。啊，了是grund地耶稣，无别个方法，咱知影，只有一条道路，通去到天父遐哦，去到天国，就是藉着主耶稣。咱若用别个道路，讲我家己有法律，我家己也好也乖，有法通去天国无？无诶。因为无一个人是义人诶，两种人皆有罪。啊，咱两种人需要主耶稣的拯救，需要主耶稣要去十字架顶，伫遐推着咱死，推着咱个活，迄个通拯救咱。另外一方面，有法讲，毋是行为家己感觉好无，嘛无法的哦。迄个财主感觉伫遐也好，无法的哦。所以，阮有。另外也上用一个大张，伊是讲到一个细汉囡仔咧，甲迄个牧师讲，我着怎啊通去天国啊？伊则讲，着最好啊，偌好啊，着100%。毋过无人100%，所以无通去天国。所以主耶稣才通，所以才来到世间，推着咱死，推着咱国活。这个也是有通诚做一个话题伫遐来讲过。所以咱通看去，一个人若感觉伊家己也好，教也好，伊就也个无通伫遐来看去，伊需要主耶稣，所以咱就继续伫遐来关心。OK， 第4点，论到军队主的受死，真紧哦，咱看去刷落去，咱查到读啊。彼得对伊讲，看，阮已经撇了哦。放落所有的来军队里咯。耶稣讲：我实在甲恁讲，人为我甲福音ฮ็落帮助，或者兄弟姊妹、爸母、儿女参对，无伫一个今世得到100倍，就是帮助兄弟姊妹、友亲、儿女参对，并且要受逼迫。伫来世，的确得到永生，连伫有真侪伫头前的，将要伫后壁，伫后壁的，将要伫头前。所以咱若开看哦，亚紧哦，彼得，咱逐摆讲伊亚紧哦，耶稣说哦，伊听起伊个主耶稣讲的关于个财主的时阵，伊就是真紧的讲什么啊？阮已经放落一切了呢，所以是毋是意思？阮也好了啊，哦。主耶稣讲，你着放落一切来军队外，伊就讲我已经放落一切了，阮拢总放落一切12个门徒，就是放落一切，就是咧军队耶稣，是毋是因也好？但是主耶稣怎啊伫遐回答你讲，吼，你若放落一切，实在伫即个今世哦，有通得到100倍。我毋知影你感觉讲，你军队主耶稣，你有得到100倍无？你有得到永生无？你有得到好处无？我感觉军队主耶稣实在是伫即个世间通得到的最第好的个。我毋敢想象，阮若无主耶稣的时阵，我像啊，我顶摆逐摆想，阮若无信主耶稣，我应该是一个大歹人呢。哦，目啊，我毋是也搞做歹用的逃脱用的个，但是毋是真好的人个，因为过去的耶稣拄着的会看见，但是因为主耶稣啊。就无送咯，若毋是讲大歹人，至少我会也比啊，我会也袂交人讲，我会伫遐也
depressed 严重啊。但是因为信主耶稣，有法甲人讲话，有通伫遐来恩人做工，所以了，那带人信主，还是帮助人，搁较明白主，迄个得救的福气哦，是百倍。我记得头一摆传福音的时阵个，阮参加，迄摆我也搁做青年人的时阵，大学的时阵去参加三福的训练，然后阮学传福音，则带人信主。诶，你带人信主哦，迄个喜乐得到哦，是无通比呢。你捌带人信主无？你得到迄个喜乐无？当然，我相信主耶稣点在咧讲，伫今世得百倍哦，毋是讲迄个。那是我头一个想到的是迄个，但是也搁也做咧。亲像我有一个属灵的家庭，伫有需要的时阵，教会正做一个属灵的家庭来帮助我，帮助阮的家庭。所以感谢主哦，实在伫今世，因为信主耶稣，毋但有通得到上帝囝的名分果，搁通得到真侪的福气。毋但将来有通去到天堂，包括祭子哦，有通得到真侪的福气。你有捌算过无？你得到的福气是啥物啊？咱就逐日来感谢主哦，逐日来孝顺上帝的恩典。咱信主耶稣，咱得到的福气是啥物啊？那安尼哦，一个会帮助咱哦，袂伫遐灰心失志，会鼓励咱搁较伫遐来听主，甚至会通专心归恩主，了有通来做上帝的国，有通做伊所爱。所以鼓励大家哦，咱就伫遐来看伫主了，咱就来算哦。点知彼得咧算的哦，阮已经放落一切了，咱是毋是阮要得到啥物啊？也爱怀哦，我相信咱每一个人会也紧会要爱迄个，特别咱初信主的时阵会也爱讲要得到。但是会到一个地步，咱若豆明白主的时阵哦，咱看起主耶稣的条件，伫即摆在问到也看当讲因要得到物件，但是伫主耶稣升天的时阵，将迄个工作交代因哦，咱看起因就无相同咯。因并毋是国家在要为着要得地伫遐来做坏物件，来服侍主，因乃是因为听主伫遐来服侍。我相信伫中间会做父母的会了解哦，做父母无简单的哦，做父母有简单无？无的哦，但是也做父母，计愿意个为着囝儿伫遐牺牲，是为着要得到吧？囝儿要通互你的物件，将来会互你的物件吧？这个无一定的哦，但是乃是因为你听迄个囡仔，你愿意为伊牺牲，安尼。主耶稣是啥啊？伊伫你生命是啥啊？伊所做是啥物啊？咱愿意为伊做是啥物啊？是毋是咱服侍伊是为着要得到吧？还是咱服侍伊哦，是因为咱听伊的言讲？主耶稣点遮伊有讲哦，那伫遐为着伊放下一切个，伫这个今世大事你得到祝福哦。甚至伫来世要得到永生，咱知影将来要得到是永生个。咱踮天顶要甲主相合做一个，迄个是无通比的伫遐祝福都有通得到真正做个。但是点知一句31节，逐摆较早我咧读的时阵，计奇怪讲，伊敢若会讲有真侪伫头前的个会变做伫后壁，伫后壁哦会变做伫头前。伫我咧研究的时阵。看起个，我看起，咱每一个人的心态也重要。咱服侍主像彼得个有影哦，伊为着主放落一切，应该伊伫遐伫头前咯。但是伊若看当遮物件的时阵，伊变做伫头前袂？无咯，伊变做伫后壁咯。可是伊咧想的，伊要的哦，毋是上帝所看当的，毋是上帝诶。毋是天国的理论，毋是天国的教导咯，伊变做是看迄个，所以伊点遮会变讲，有的人伫后壁变做伫头前，
怀疑人若是一单纯为着听上帝、为主服侍的时阵，伊的地位会怎啊？但是上帝会看重的是啥物啊？所以咱每一个人嘛是安尼，我相信咱的行伫咱伫人生，咱所咧拄着嘛是安尼，看人怎啊做，所以迄个心态也重要。咱着来顾咱的心哦，也重要。毋是钱若要得到，咱愿意为主帮助的是啥物？所以点遮有讲到个，虽然遮是讲到君地主要得到寿司，有影有寿司通得到，但是阮望讲，咱毋是想去看重迄个寿司，则变做互咱伫遐跋倒，变做毋是做上帝所要的，迄个有通食做一个烂做。所以彼得点遐讲到，伊为着主，君帮助一切个，主耶稣就加上一项哦。伊讲啥物啊？你若为着我帮助遮一切个，了又加一个哦，并且要受逼迫。咱若要跟地主耶稣，是一切真正一帆风顺吧？隆重个也好势也顺利吧？毋是，毋是诶，咱看去主耶稣，伊跟地天白的骹步，有通顺利无隆重？无，无诶，敌人会伫下要来攻击诶，咱要跟地主耶稣也是会安尼代志呢？甲主耶稣的骹步相同，咱要地主要做伊心所爱哦。有诶人袂欢喜诶，了有诶人袂了解，所以咱会拄着逼迫。但是你若清楚上帝所要的，你愿意受逼迫无？来跟地主，主耶稣伫遐来劝解哦，要跟地伊哦，无简单哦，会受逼迫恁哦。有时人袂明白，特别你较看重讲，无我大事要为着主做啥物？有时阵人袂了解，你无欠因安尼，还是怎样？但是咱得也清楚，安静伫主的怀里哦。主耶稣敢若也清楚，因为伊甲主也接近的，甲天父也接近，伊知影上帝的心意，所以伊知影上帝爱伊做的是啥物？主耶稣的门徒以后也是安尼，因逐摆甲主有迄个连接的关系哦，真正亲密，所以因知影上帝心意，知影要创啥的时阵，安尼拄着逼迫的时阵，因有通徛在。咱知影，特别伫使徒行传，你若看哦，会也做怀比喻个，通互咱看见啊。OK， 所以咱点遮个看哦，君地主为着啥物啊？咱要为着得着寿司吧？还是为着听伊的言讲？迄段经文无讲到听哦，但是我感觉迄个为着得的寿司，伊讲到迄个时阵，讲到伫后这边在直前的迄个心态，也重要是咱侍奉主的动机是啥物啊？然后咱毋是看伫迄个寿司的。咱若看伫寿司，若无得着寿司，咱会晓欢喜侍奉袂？我从一个因无鼓励我，因无讲我也讲也好，我会怎啊买？阮做团队人，我会记得顶摆我参加有李建长老伫遐提醒讲啥物啊？服侍的时阵也重要，毋是要听去人讲，你讲也好呢。有时阵人若甲你讲你讲也好，无甲因听去是你所讲的个，但是因有得着主无？搁较重要是，怀人听的时阵，因甲主的关系怎啊？是毋是因有搁较亲近主？那安尼哦，因无一定甲你讲咯，可是因是接伫主的。那安尼，咱着看也看重的是讲，我甲主的关系，我清楚知影我所做是为着主无？那安尼就袂要找着迄个寿司，毋是要找人的恶路，乃是要得主的恶路，甚至我顶摆伫二档施工的时阵，我看见其中一个，我忽然感受到一个咧教导囡仔也重要。恁讲，咱咧教因的时阵，着互因看见伊所做的物件哦，是伊甲上帝关系，是伊看讲啥物是好。才做迄个，毋是为着要得人的恶路。若要得到人的恶路，每一摆创了伊看，你要恶路伊无？安尼伊要创的物件哦，是看人
毋是看上帝。咱毋茫讲，咱每一个人是为主来活哦，毋是为人啊，我就挂紧咯。所以落去，咱讲，假讲哦，第三摆有言，特别受难。咱已经过去2礼拜，逐摆咧讲哦，主耶稣讲到伊要死，伊要国活，敢是？顶2礼拜2个嘅三档有，这只是第三摆。OK，咱查甲读个，伊行路像耶路撒冷去，耶稣伫头前行，门徒只有希奇，军队人真惊。耶稣佫叫过12个门徒来，将家己特别拄着的代志，甲因讲。看，咱就耶路撒冷去，人子特别受交治，第4章甲文书，因要定伊的罪，交互外邦人，因要定创治伊，呸烂伫伊的面，逼拍伊，杀死伊，过了3日，伊要国活。你要注意到，这字国加哦。比顶礼拜讲诶，比2摆诶有加一寡物件哦，亲像伊讲啥物啊？伊要受教互这4章了啊，甲文书较早无讲到迄个，了有讲到因要是这4章甲文书伫下要来定伊诶死罪。主耶稣一摆搁一摆伫下有警戒门徒讲，因着注意法利赛人敢是？然后讲，搁要交互外邦人，什么意思啊？咱来看讲，主耶稣。上下该审判，上下该治死啊！罗马变处罚的是行啊？好，比列多，然后是伊交互罗马兵咯啊，是怀罗马兵，点是所以是伫外邦人的手中，所以伊伫遐所受的一个逼迫，所受的苦，然后伊有关讲哦。过了3日，伊要国活。我若看起一个，我逐摆会记得，另外我咧受儿童训练的时阵，逐摆讲，咱着讲到福音，讲到主耶稣替咱死，替咱国活，但是毋通袂记得，迄丧死哦，着讲到伊国活的哦。望只有讲到主耶稣死的代志啊，伊个特性伫伊国活。OK， 所以咱看起个点讲？伊诶服侍，让人看起伊讲到伊有关教导怀门徒，互因知影伊要所拄着诶代志。怀门徒拄听起主耶稣讲诶遮一切哦，因真正稀奇诶，因真正惊诶。但是主耶稣甲伊讲吼，有关甲伊讲所要发生诶代志，敢若是啊？咱讲诶，伊咧真入去1礼拜落诶，伊特别受掠落诶。伊咧批判门徒的心，互因伫遐来批判心，所以咱要跟对主耶稣，我感觉讲，一个人若信主的时阵，咱大师着栽培伊，敢是咱过去有讲也重要栽培。栽培的时阵，毋是只若讲好诶呐。哦，你若信主耶稣，你得什么福气呐？定？咱着对批判心呐。我会记得阮内用诶3福诶课程哦，伊头一个头就已经当你知影了，讲啥物啊？魔鬼会做工恁哦。咱若伫迄个头1礼拜，咱带人信主，咱无教伊个，魔鬼会做工哦。等下伊会拄着代志哦，伊会灰心，伊无要咯。所以咱着互伊知影恁有迄个伊会骄疑，伊会拄着问题，但是伊着掠条，了着知影讲，伊着掠条的是上帝的话句。所以主耶稣一摆搁一摆会甲因讲，甚至咱知影主耶稣讲的遮，其实有根据旧约圣经恁哦。旧约圣经咱咧读以赛亚书，咱会看去也是做讲到主耶稣将来所要发生代志。所以咱点遮看去主耶稣有关叫迄个12个门徒，然后咱看叫伊是叫12个门徒甲因讲，伊毋是甲隆重讲，有诶人若较钱较才咧开始军队，伊无一定会明白个。所以咱着通看去恁有诶物件，有诶咱咧教导诶时阵，咱咧帮衬人重大诶时阵，有诶物件哦。伊初信主，咱着甲伊讲咯，有诶物件哦，是伊伫重振诶时阵，咱才甲伊讲。你若开始甲伊讲有诶，迄物件哦，伊会明白，因会明白无？有诶，
毋是讲要欺骗伊咯，但是有诶是斗斗，咱着带伊来明白。看咱讲咱咧帮衬伊明白上帝话语，你若随时将遐深诶甲恁讲哦，袂哦，所以着帮衬伊会明白。看咱咧读册诶，咱着对幼稚园诶课程先读册，则对小学诶，则读中学诶，无法随时是教大学诶物件。所以咱要帮衬人来用诶明白主告。咱也重要，着互伊知影主耶稣是一位，伊是为咱所做。但是咱若是好好着伫遐来帮衬伊行迄个过程，咱着甲伊grund地。主耶稣陪伴伊诶门徒3年半，拢有一个过程诶。先讲到上帝国，上帝听，了有讲到讲，因着做物件怎啊来中进。了到落尾，因到业中大咯，特别咧服侍时阵，主要是学生是咧服侍咯，所以互因知影搁较真深诶天国诶道理。所以伫遐继续提醒，甚至我感觉也重要哦，毋是讲讲福音一摆了会做得咯，咱时常着有准，是毋是逐年着伫遐来讲，来加再提醒。互因会记得到主耶稣为咱做，才有通搁较清楚会记载。甚至一个当咱看起主耶稣将来要创的迄个百病的，伊点遐就是咧讲到，伫遐来提醒，若每一摆做迄个通提醒，所以主耶稣一摆搁一摆伫遐会提醒，有用真侪的方法伫遐来提醒，等因知影，咱也是个，咱着一直会受提醒。咱主为咱所做，当因咱要为伊所做的物件。OK， 对不错。所以说落去，到道怎啊来用高位伫一路途径讲。所以，西庇太会惊雅各、约翰真正来哦，对耶稣讲：父主，阮无论求什么，愿你甲阮，互阮甲阮做个。耶稣讲。要我为恁做什么呢？因讲，使阮伫你的荣耀内，一个坐伫你的正边，一个坐伫你的左边。耶稣讲，恁毋知影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啉的杯，恁会啉吗？我所受的水，恁会受吗？恁会受吗？因讲，阮会。耶稣讲，我所啉的杯，恁也要啉；我所受的水，恁也要受。只是坐伫我的左边正边，毋是我通使的，乃是为一水有比的，就要使互一水。迄个10个门徒听起，就真正想起雅各甲约翰。耶稣叫因来，对因讲：恁知影我帮人有尊做君王的治理因，有大神操作官来管束因。只是恁中间毋是安尼，恁中间一水愿做大，就得较做恁的用人；伫恁中间谁愿做头，就得较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得较来，并毋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人的赎价。所以咱看起个圣经节伫倒落个。咱看起主耶稣讲到伊所要拄着的代志，但是也奇怪，我讲是毋是雅各甲约翰因真正相信，因知影真清楚啊？因相信主耶稣要死，但是伊要搁活诶，了伊要荣耀落诶，所以因赶紧讲，阮要坐伫你诶左边正边哦。但是咱知影，后尾也紧讲咯。但是主耶稣讲，毋是伊通受死诶个。然后又讲到受苦个，因着伫遐受，主耶稣所拄着的，因也是会受。然后，伊个12个门徒听起，10个门徒听起的时阵，就真生气，讲敢若伊安尼啊，因意思因也是敢若，因也是爱哦，因也是爱得到迄个位置，爱坐伫左边正边，左边正边意思是啥物啊？有关系。有关系也是个，但是主耶稣讲，若要做头的，着干哪？着做仆人。了，咱看起主耶稣的生平，伫咱咧读马可福音，咱看起
应该伊是人主，伊是上帝囝，伊来就互人服侍，但是伊并无，伊乃是服侍人哦。甚至咱阁看去刷落去迄句哦，落袂久，并且要写名做人会熟嘅，就是刷落去6张书，要互人看去。所以咱踮遮通看去，伊教导文道要得到官位，因爱个龙总人爱得到第一重要的位置，你爱无？嘿，龙总也怪讲无诶，但是主耶稣讲啥物啊？咱要爱是啥物啊？咱着做人的仆人，咱着做人的工人哦。用来讲哦，咱做的工人，所以要互人找，要互人叫诶。你愿意互人找，互人叫无？咱看见主耶稣要上十字架咯，伊用伊的生命，怀学生未看见，因也搁咧看讲谁要做头诶哦。因无看起上帝是，主耶稣一摆搁一摆会教导，因无正式伫完全的了解吧。但是主耶稣有缘用伊的模样伫遐来教因讲，恁毋是要找迄个啦，敢是毋是要得到迄个伫后壁爱要做头，伫头诶要做后壁，敢是你要做头，你着做啥物啊？着做萝卜啊！但是你若做萝卜嘅，你是萝卜吧？你是工人吧？你是无怀疑看计做也卑微嘅吧？无，伫上帝国毋是哦，你倒伫头前，好，迄个 the first shall be the last and the last shall be the first。所以咱踮遮看叫要得到官位，着干哪做仆人，咱着学习主嘅权势伫遐来服侍人。OK， 要紧咯，然后。路尾诶，咱看起伊伫一个市面诶，叫做巴蒂玛诶名讲，所以咱三甲读啊，9条22个，所以你要去到耶路撒冷就经过22个诶 ，OK， 9条22个，耶稣甲门徒并真侪人出22个诶时阵，有一个土崩诶市面诶，是蒂玛会惊巴蒂玛，坐伫路边，伊听起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发着讲，大卫诶，大笔的子孙啊，耶稣啊，可怜我吧！有真侪人责备伊，叫伊毋通做啥，伊却拿拖大声诶，大笔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耶稣就徛起来，叫伊过来，因就叫迄个市民诶，对伊讲，放心吧，起来，伊就叫你了。市民诶就脱落伊诶衫，跳起来，行到耶稣遐。耶稣讲：要我为你做啥物呢？市民诶讲：拉波尼，我要看去。耶稣讲：你去吧，你诶信救了你。市民立刻看去了，就伫路顶跪地耶稣。所以咱讲吼，踮遮。伊得到医治，咱看起有真侪人跟底耶稣嘛，伊可能咱看起伊也知影耶稣是上后，伊几落项伊讲呐，伊叫耶稣啥物啊？大笔的子孙，大笔的子孙，主耶稣是大笔的子孙，伊捌耶稣，可能伊是市民，伊无跟底耶稣，但是也上，咱知影也上听起耶稣的代志哦，也侪人咧讲关于耶稣，了伊有咧听。然后你看，伊除了有咧听，伊有干哪？相信，伊有相信。伊听起有一个人是拿色列的耶稣，伊是应该就是以色列人所咧讲的大笔的子孙要来拯救的，所以伊就叫耶稣来帮助伊。然后应该有听起耶稣咧创啥医治人，赶鬼的代志，除了甲天国的物件。所以伊求耶稣伫遐来，互伊看去。耶稣伊伫遐甚至哦，你看叫人咧叫伊问叉哦，伊市民袂用，伊听起有声音，伊听起讲是耶稣，伊就也大声发，拿撒勒的耶稣啊，毋是拿撒勒的耶稣，本来伊讲大笔的子孙啊，可怜我吧。有时怀疑人就讲，问叉啦，应该主耶稣逐摆咧行伫遐咧教导嘛，所以伊无要互伊叉。但是伊怎啊？有互人停止无？
无伊继续伫遐，搁较大声话，你要找耶稣的时阵，有时你人会甲你停止呢。人若讲你就要停了吧，无要找主耶稣了吧？我也紧有时阵会想，人若讲我会受影响袂？咱着看伫主哦，伊看伫主，所以人讲啥伊无受影响，伊有缘看伫主，伊搁较大声哦，伊来伫遐来提讲。大笔的子孙啊，可怜我吧！伊搁较大声，互主耶稣听去，耶稣就叫伊耶稣叫伊的时阵，问伊看讲伊要欠因啥。所以咱咧交人讲的时阵，我感觉耶稣讲的一个，咱咧通伫遐来问人哋讲，你爱得到什么啊？所以伊讲我要得到看去，但是伊是只若要得到看去人吧？我感觉巴蒂妈。真正趣味的一个人，伊捌耶稣，伊听去耶稣，伊捌耶稣了，咱看去什么啊？主耶稣医治伊哦，伊讲伊的信救了你，咱讲啊也侪摆哦，遮得信心哦。然后咧，伊得到医治的时阵，伊会看去的时阵，伊创啥？滚地耶稣，伊滚地耶稣。你甲我吼，咱要得耶稣的帮助的时阵，耶稣帮助咱了后，你要创啥咯？要滚地。咱要滚地耶稣，什么款的滚地啊？咱要滚地耶稣到倒落啊？咱一直看去做学生怎啊滚地耶稣，刷落去咱看去有的人拄着什么因要搁继续滚地耶稣无？你甲我咧，咱知影做一切，咱滚地耶稣要怎啊？咱既然有讲过哦，是毋是人若甲你讲毋通，你就无别咯？是毋是？你要还是你要滚地耶稣？你是毋是会换做别人？我滚地耶稣，但是你茫滚地啊？你把伊无要互怀疑啊？滚地，还是咱滚地耶稣？咱爱别人也是有通来滚地耶稣。今仔日即上哦，有真侪伫遐来达滴咱思想的，望你有通，遮着头即摆咱所咧讲的跩，有通来继续想。所以最后咱看见巴蒂玛有通得到看见，因为伊相信，伊听去了，伊相信。所以咱知影圣经也是讲的，人需要听去哦，关于上帝才通相信。相信的时阵，就伫遐做出来。但愿咱听，咱就相信，相信了，咱就滚地耶稣。咱要滚地耶稣，主耶稣讲着怎啊滚地伊啊？哦，放落一切滚地，放落一切滚地。还有82个哦。所以意思讲什么啊？滚地耶稣的时阵有时有苦难哦，但是你愿意无？为着主伫遐来82个，是拢总是咧看伫我要啊！我要去礼拜，无伊毋是按照我的时间，毋是我人坐我的位，我无要了吧？是咱要滚地耶稣是怎啊？咱愿意为着主啊，咱是要为主伫遐来服侍因讲，咱是要为主，咱要互人得了主，是着别人来服侍咱啊。伊个心态也重要哦，所以咱爱伫后壁，还是伫头前啊？咱要滚地耶稣，但愿咱的通遮着今仔载，通继续来受伤哦。主耶稣这个是伊要上耶路撒冷，要经过伊最后一礼拜的受难。但是伊却有缘哦，是干那这样，为着咱来想哦，有缘咧教导跩问道，也是同样教导咱，通来知影讲，咱着怎啊？咱看去伊看重家庭，咱着看重家庭无？伊看重囡仔，咱着看重家囡无？咱要入天国，为着什么啊？咱要怎啊来滚地耶稣？咱有看伫伊无？目睭看伫。